康為本，健康咧就以體質為本。體質好，身體自然好；體質差，病痛咧就自然會多啲㗎喇。要對症下藥，首先咧就要搞清楚自己係咩體質。其實體質嘅類型咧唔單止會影響醫師嘅治療方案，仲對我哋養生防病有重大嘅指導作用㗎。今日我哋就請嚟楊君君博士為我哋講解一下體質同埋健康之間嘅關係。楊博士你好啊，坊間好多市民都會話自己可能係寒底啊、熱底啊，咁其實呢啲係咪就係中醫體質咧？中醫體質係啲咩嚟㗎？中醫嘅體質咧，其實係講緊人體嘅素質。咁你知啦，人有高啦、矮啦、男啊、女啊、老啊、少啊，咁你坊間都可能會聽到有啲人講：喂，你寒濕喎，你陽虛喎，濕熱喎，痰濕喎，呢啲都係講緊中醫嘅體質。咁中醫嘅體質咧，其實係基於對於呢個臟腑、氣血、陰陽呢啲所有嘅一個狀態嘅一個總括。呢個中醫體質咧，對於我哋臨床嘅預防治療都有好重要嘅指導意義。咁其實中醫體質有邊幾種咧？頭先你講嘅分寒底熱底呢個係最簡單嘅一個方法，即係兩分法。咁當然啦，我哋喺臨床做嘢嘅時候咧，就兩分法就太過簡單啦。咁依家比較流行嘅咧，係用北京中醫藥大學一個叫黃琦嘅教授，佢通過研究嗰個中醫人體體質咧，研究咗幾廿年嘅，有一套好成熟嘅一個方案，就係叫做9種體質分類方法。9種體質分類嘅方法咧，就包括咗氣虛質、陽虛質、痰濕質、濕熱質、陰虛質、氣鬱質、血瘀質、特品質，同埋一個最理想嘅一個體質狀態就係平和質啦。楊博士，咁你啱啱就提到有9種體質啦，咁其實男同女有冇邊種體質嘅傾向嘅咧？有嘅，咁我哋文學作品裏邊有講啦。男士係泥做嘅，女士係水做嘅。咁男士咧喺社會角色裏邊咧，佢要求係比較陽光啲堅強啲。咁女士咧係比較溫柔啲堅韌啲咁所以決定咗咧嗰個男女係體質方面嘅體現都唔同嘅。男士嘅體質咧係偏你要需要陽光啲咁當男女嘅體質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多數都會反映出嚟咩咧？男士嘅體質偏向於痰濕濕熱咁當然啦，男士最驚係聽到一句咩説話？喂，呢個男士陽虛體質喎，係嘛？呢個就有啲唔同啦。咁女士咧，女士係有唔同咯。女士係水做嘅。咁女士咧，當佢身體唔好嘅時候，最驚聽到一句咩説話咧？喂，呢位女士話陰虛體質喎。雖然隨住年紀嘅增長咧，無論男女嗰個體質都會出現一啲陰虛嘅表現，但係陰虛體質係女士要密切留意嘅。咁楊博士，你啱啱提到年紀增多會有陰虛嘅體質啦。咁其實年輕嘅人同埋年老嘅人又有啲咩分別咧？係呢個問題有問得好。後生嘅同埋年紀大嘅，首先講啦，隨住年紀嘅增長咧，陰嘅體質係慢慢流失緊嘅，所以年紀大咗出現陰虛嘅機率就高啲。咁後生嘅情況之下咧，咁因為嗰個食嘢嘅習慣、運動嘅習慣同埋性格同埋啲睡眠嘅習慣都唔同，所以後生啲咧偏濕熱或者痰濕呢啲多啲。但係年紀大咗之後咧，就係陰虛氣虛陽虛呢啲就表現得多啲啦。咁其實一個人咧係淨係一種體質咧，定係其實可以有多種體質係一齊喺同一個人身上發生嘅咧？絕對嘅一種體質嘅都有，但係呢啲比較少見因為你我都話啦，好似體質咧，佢點形成嘅咧？佢係包括兩個部分，一個咧就係先天嘅父母親嘅遺傳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後天嘅，包括你生活工作嗰啲性格自己嘅運動習慣睡眠習慣呢啲都綜合影響你嘅體質嘅形成。咁即係意味住嗰個體質咧係好複雜嘅，所以有一種體質嘅都有，但係多數情況之下咧係幾種體質混合一齊顯示出嚟嘅。
咁呢個體質可唔可以改變嘅咧？體質係可以改變嘅，正係因為體質可以改變，咁我哋先可以做到好多嘢，令到嗰個體質偏頗嘅體質，頭先講嘅9種體質，除咗一種平和體質，其他8種都係唔平和嘅。咁因為佢可以改變，所以我哋先可以做嘢，令到佢向平和體質去轉變。咁包括邊啲方面咧？最常見嘅方法就係食療啦。你食啲咩嘢啱你嘅？好似你有啲陽虛體質嘅人，腸胃比較虛寒啲嘅，咁你飲啲菜乾湯咧，哇，分分鐘又嘔啊，又悶啊，又屙肚嘅喎。咁有啲譬如話痰濕濕熱體質嘅人咧，咁佢食啲譬如話我哋冬天經常食嘅羊腩煲，哇，又有少少熱氣表現出嚟啦。所以你要食啱嘢咁糾正嗰啲偏頗嘅體質咧，就食翻啲啱你嘅食物就得㗎啦。好似你陽虛體質，咁我哋多啲食啲咩韭菜啊、栗子啊、核桃啊，呢啲就係可以適當嘅補養。咁氣虛體質嘅人咧，就可以食啲譬如話淮山啊、我哋廣東人煲湯好多嘅黨參北芪啊，呢啲都可以補翻啲氣俾你。所以關鍵係食啱飲食係一個方面啦。咁另外咧就係運動習慣啦。咁大家知道運動始終都係好好嘅，但係運動嘅強度同埋嗰個運動出汗嘅量，其實都同嗰個體質即係好有講究㗎。譬如話你痰濕濕熱體質嘅人咧，你運動係需要強度大啲出汗出多啲因為點解咧？因為你濕點排佢一個係平時呼吸可以排出去啦，另外一個小便大便二便可以排出去，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由汗排出去所以痰濕濕熱體質嘅人咧，就啱啲運動量比較大嘅出汗比較大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合適嘅運動方法。但係譬如講9種體質裏邊有啲係屬於陰虛體質嘅呢個咩叫做陰虛咧？陰虛係水少噶嘛，水唔夠噶嘛。咁你運動嘅時候咧，出汗就冇咁多出完汗之後，運動完之後咧，盡快補充啲水分呢個就係講緊一個對於陰虛體質嘅人嚟講係一個比較科學嘅運動嘅方式另外一個就係好重要嘅中醫好強調嘅情志方面。大家知道喺呢個社會裏邊，你工作又好，家庭嘅又好，方方面面嘅壓力係好多嘅。咁嗰個情志嘅壓力咧，會令到你嗰個，如果你唔保持一種比較樂觀嘅心態咧，就會覺得好辛苦啦咁中醫嚟講咧，如果你壓力太大咧，就會變成一個氣鬱嘅狀態導致一個氣鬱嘅體質。個氣鬱嘅體質如果持續咧，慢慢都會影響到嗰個血液循環，即係血瘀嘅體質嘅形成所以心態好重要，情志嘅心態好重要另外一個就係睡眠啦你冇少睇睡眠呢件事睡眠好多人都講啦我尋晚瞓咗10個鐘冇所謂，我嘅睡眠一定好好啦。但係其實中醫嚟講咧，係好強調你幾點鐘瞓譬如講我哋講子時瞓即係講緊你夜晚11點左右你要瞓啦夜瞓嘅後果係咩咧？佢會第一係傷陰會導致陰虛體質嘅產生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如果你好耐都好長嘅時間都係好夜瞓咧，就會慢慢陰傷咳陽，導致陰陽兩虛，就變成你嘅體質檢測出嚟陰虛又有，陽虛又有。另外一點咧就係你朝早起身啦。有人話我尋晚夜瞓我今朝係咪可以瞓到12點鐘咧？其實呢個又係中醫嚟講咧，又唔係好科學噶啦你夜瞓傷咗陰已經係蝕咗啦。咁第二朝咧一定要早啲起身，因為呢個如果你再瞓得好晏先起身咧，會造成一個傷陽，就變成咗陰又傷，陽又傷啦所以早啲起身都係一個彌補嘅方式所以頭先講啦飲食、運動、睡眠、情志咁當然啦一生活你係包括其他方面，包括你有啲養生嘅方法，譬如講我哋講嘅浸腳啦譬如講嘅穴位按摩啦，自己可以按摩下啦。譬如講穴位嘅嗰個艾灸啦，都係一個可以大家喺屋企做到嘅一個
利用調整體質嘅機會嚟改善嗰個身體嘅一個方法。咁楊博士你啱啱提到呢個調整體質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其實如果唔同嘅體質用咗一啲唔啱自己體質嘅方法去調理自己嘅身體咧，會唔會帶來啲咩唔好嘅影響嘅咧？呢個係一定嘅嚇。咁我哋臨床都見到啲人咧，聽人哋講啦嚇，高麗參好補喎。咁我前一排捱夜，不如我整啲高麗參嚟補下啦。結果就用得唔係好好啦。結果就出現一啲好燥熱嘅一啲症狀啦。咁仲有啲就係本身明明已經係好寒啦，即係有啲陽虛氣虛體質噶啦。咁行到街上邊，哇！我唔舒服喎，飲啲祛濕茶啦，飲啲涼茶啦，結果一飲咧，身體反而更加虛噶，都有嘅，呢啲都有嘅。所以更加喺呢度強調嘅就係，你真係要搞清楚自己係咩體質，然之後針對呢個體質去做一啲相應嘅所謂正確嘅一啲養生嘅調理嘅方法。咁講到體質咁重要啦，咁其實我哋有咩方法先可以知道自己係一個點樣嘅體質咧？一個方法咧就係你揾翻你註冊中醫師啦。咁佢註冊中醫師咧係應該可以俾到通過望聞問切細診，通過好詳細嘅了解你嘅情況咧，得到一個你嘅體質嘅一個結果。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我哋依家有一啲比較先進嘅儀器，就叫做中醫四診儀。通過中醫四診儀呢個電子化嘅設備咧，通過望聞問切，又係望聞問切喎。佢可以得到一個體質嘅辨識嘅結果。咁楊博士，你可唔可以講解多啲呢個四診儀係點樣嘅操作嘅咧？佢係咁樣嘅，佢係幫你影張相。佢個相咧係一個固定嘅燈箱入邊影嘅，你嘅頭晾喺上邊，佢幫你影張相出嚟。咁脷又係，即係望面啦、望脷啦，佢係通過影相嘅方式。咁當然影完相之後，佢嘅後台處理咧好先進嘅。佢將呢啲相咧同數據庫裏邊嗰啲相咧去比較，得出一個結果。呢個係望診啦。咁仲有就係問咧，佢係通過一個問卷嘅形式嚟做嘅。問咧呢個都係包括咗喺嗰個問診裏邊，即係問卷裏邊啦。咁仲有一個切咧就係打脈。我哋平時講你去見中醫師咧，一定會同你把脈。咁但係機器點同你把脈咧？依家有好先進嘅，通過儀器啦，通過一啲壓力感受器，佢都可以同你把脈，好似一個手環咁樣搭喺你嘅手上邊。通過你嘅脈搏嘅壓力嘅變化嚟得到一個脈診嘅結果。咁做完呢個四診儀之後，得出咗一個體質嘅結果之後咧，咁我係咪要再去揾一個中醫師去幫手睇一睇個結果咁樣咧？其實嗰個四診儀嘅結果裏邊咧，包括咗你嘅體質係乜嘢咁仲有好大部分嘅內容係乜嘢咧？係根據你呢個結果得出嚟嘅一啲相應嘅養生調理嘅方法，好詳細嘅包括咗你飲食嘅注意事項啦，包括咗你可以用啲咩穴位按摩嘅方法、艾灸嘅方法，包括你用啲乜嘢嚟浸腳包括你啲運動嘅提示睡眠嘅提示好多嘅內容，好豐富嘅內容都係報告裏邊啦。咁楊博士，你講到呢部四診儀咁神奇啦，又可以幫你分辨體質仲有可以養生建議咁俾到你。咁我諗好多觀眾都想知道一個問題就係，咁楊博士你犀利啲定係呢個四診儀犀利啲咧？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咁嘅。中醫四診儀咧係一個現代科技嘅一個結果嚟嘅。咁佢運用咗好多前輩嘅中醫師嘅經驗擺落去嗰部機裏邊。佢個好處係咩咧？佢係電子化嘅。佢做嘢係包括望診嗰 part，佢係好客觀嘅。電子化、客觀化，而且咧係比較全面嘅。因為中醫師睇症嘅時候咧，往往有一啲係先入為主嘅一啲主觀嘅嘢喺後邊。咁部機係冇呢個問題。咁當然啦，中醫師嚟講，作為我嚟講咧，我個好處喺邊度咧？我個好處係我有臨床嘅經驗。咁當呢個四診儀嘅結果擺喺面前嘅時候，我會幫你去選擇係邊啲係非常之啱用嘅，
邊啲係有啲困難嘅嚇，邊啲係冇用嘅嚇。所以我覺得嚇係成個機器嘅背後，我個腦袋先係比較好用嘅。明白晒。咁相信好多市民咧都想知道自己嘅體質係一個點樣嘅情況㗎啦。咁啱啱都提到啦，大家可以揾翻你嘅專業嘅註冊中醫師啦，或者去做一個4診儀檢查，從而去得到一個自己理想嘅養生方案嘅。好啦，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好多謝楊博士今日抽空出席我哋嘅採訪。好，下集見。